各方部拢有咧编预算补助住伫平安夜边仔居民，上济有1000万。最近有个修改，针对高风险的所在，补助会个增加。一年以来，若考场有超过100工，佮加领1成。火炮内对厝顶飞过所在，卖加1成。地方嘛真赞同。国军协助强军的威胁，强化战备训练，暗过时段射击的现场，也为当地居民带来无方便。国防部落实敦亲睦邻，要互因津贴的补助。睦邻等级区分6级，上加第6级是100万，上悬第1级1000万。另外，青沙国公告修正国军训场睦邻工作要点，按算16开始实施。新增加受影响安危风险较悬的所在，应订照补助的比例，年度射击天数满100工，应订照补助10%，每超过10工，各增加3%。另外，炮弹飞过面体顶悬，会增加10%。有分为公益部分跟硬体建设部分啦。硬体建设部分就是1100啦，50%，公益的部分就是人真正都可以用这笔钱啦。距离补偿啊，就是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出海，你有回馈金都是用在公共事务上面，那实质上他没有出来又没有收入，这个根本没有得到实际的那个救济补偿啊。这个部分我们以后会写得更精准一点。国军睦邻经费也扩大用途，应用伫协助环境保护、疾病防治等，也担接社会运用，包含老人用餐等照等。按过屏东九片基地长期伫附近海峡演练飞弹试射，附近居民当年饱受困扰。九片船长认为，国军展现诚意，按过补助看得到吃袂到。经费来到地方公所，也许这些公所他们有他们另外要去运用的部分，他们会去分配。国防部针对受补助的地方公所，有居民电控或者是渔船伫射击管制期间，进入管制范围有处罚的机制，每一摆减扣10分，会影响补助的等级。所以新条文要求地方公所，除了全力配合国军训场任务的达成，也主动协助处理地方的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